珠海唐家灣海邊曾經有粒璀璨珍珠，珠海珍珠樂園，佢係珠三角嘅遊樂天堂，更係80、90後嘅童年歡樂坐標。嗰陣時嘅珍珠樂園，憑住過億投資同全套進口設備經驗登場，成為當時中國最先進嘅主題公園之一。90年代，佢更加躋身珠海十景，變咗學校春秋遊嘅必到之處。歲月流轉，2011年標誌性嘅摩天輪被拆，2018年呢座營運咗33年嘅樂園正式結業，為一段輝煌歲月畫上句號。喺40幾萬平方嘅花園式園區入邊，熱帶草木同異國建築相映成趣，7個主題區域藏住唔同嘅歡樂密碼。呢度有當時全國最大嘅瘋狂過山車，軌道上嘅尖叫聲曾經響徹唐家灣。50米高嘅摩天輪一轉，碧海藍天同園區全景都睇晒。西部列車嘅汽笛，挑戰者之類嘅高空搖蕩，妖怪屋入邊嘅驚叫聲，仲有水單車劃過湖面嘅遊閒，湊成咗一代人嘅集體回憶。而家樂園雖然已經沉寂，但係嗰啲喺草木間穿梭嘅笑聲、軌道上嘅心跳同埋摩天輪嘅浪漫，早已經變咗刻喺時光入邊嘅印記，永遠留喺大家心入邊。